唔講唔知，鯊魚的牙齒有多強？喺海洋入邊有一種又神秘又強大嘅魚，叫做鯊魚。你知唔知啊？鯊魚嘅牙齒係非常之厲害㗎，佢可以咬碎各種嘅食物，包括堅硬嘅貝殼。因為佢哋嘅牙齒係鋒利嘅三角形，可以好似刀一樣咁樣進行切割。鯊魚會不停咁樣甩牙，但係佢哋嘅牙齒都會不停咁生出嚟㗎。某一啲鯊魚一生之中可以生多達3萬粒牙齒㗎。呢一個令到鯊魚喺獵食嘅時候唔會因為牙齒壞咗而受到影響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好似鯊魚咁強壯嘅生物喺水入邊游動，可能會令到你又緊張又興奮㗎。下次當你真係見到鯊魚嘅時候，都可以試下諗下佢係點樣用牙齒生存落嚟嘅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撳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